首能經義海卷三，公元705年易經，1410年入永樂不葬，1579年入嘉慶葬。第五，破除合。嗰上問佛，開示四眾，由心生故，種種法生；由法生故，種種心生。引教也，第八本識，變生三境，故云心生法生。境界風動，能起色浪，故云法生心生。今須通舉，要取後句，法生心生以為句也。心生法生，境從心起立，法生心生，心續境遷。我今思維，即思維體，實我心性，隨所合處，心則隨有，亦非內外中間三處。現今思維，成有緣類及推所指三處緣無，應知隨境而生，心與境合，境既不一，心亦隨多，頗合弗然，便無虛論。根與塵合，所以話心隨心，亦非三處。翻前四計，邊四計呢？分別係內即在內，以及見內；外即在外，中間即係潛根啦。與今說言，由法生故，種種心生，隨所合處，心隨有者，殊心無體，則無所合。前面嗰句係同本意一樣，後邊嗰句既然因法有心，應知心本無體，無體言合，理必不然，一法云何合思之謂矣。若無有體而能合者，則十九界因七塵合，是義不嚴。若與堅執無體能合十九界，第七塵體畢竟無，亦應有合。世間學者誰信有之，故云不嚴。心既然隨合而有，則自無體；若本無體而能合者，則十九界與七塵一區無體，亦應能合。彼記不異。是云何言已界，但18塵唯有六故，即係話只有18界以及六塵。若有體者，如語以手自治其體，與所之心為復內出，為從外入。若復內出，還見身中；若從外來，先合見面。就好似呢幅圖一樣，你試下用手搣隻腳，到底係從外邊而入，定係從內邊而出呢？知有足也，以手觸身，必先知覺。既然有體，不無所指，內同埋外二處必從一源，故今相結，難同前破。既然冇來處，心體自然就冇啦。見是其眼，心之非眼，唯見非異。轉究啦，若如前眼，令見而等，理恐不然。以心能鑒覺，但名為之，眼有照明，方稱為之見。若將心之為眼見者，必無此理，故云非異。阿難嘅意思係話，見字是眼，心但能知，唔可以心為見，所以話非異啦。而不知根不自見，心依根見，所以下破，其眼獨能見。若眼能見，語在室中，門能見否？呢個係一個比喻，猶如世間人稱見外者，
必待出門，方明人見。若人居室，門豈自見？門比喻係眼，人比喻係心。汝清眼見，理恐不言。齧諸已死，尚有眼存，應皆見物。若見物者，云何名死？舉事破啦。假如話眼明見，死者眼存，心識離體，豈說有見？有見非死，死必無見。清見在眼，不其謬哉？就好似呢幅圖一樣，死必然係無見啦。見在眼唔係好奇怪咩？因為死者仲有一雙眼喺度喎。阿難，由汝覺了能知之心，若必有體，為復一體，為有多體，今在汝身，為復偏體，為不偏體，一多心體也，遍局身體也。如文可知，就好似四幅圖一樣，若一體，若多體，若偏體，若不偏。破一也，心體如果係一嘅話，四處含同，一之受觸，四應俱覺。假如話同時係有感覺，就會失咗本觸，所以話無在。若覺緣所觸處，一體之義豈存呢？自應無在者，為非定在一之立。如果係多體嘅話，呢度係破多。與心為一，豈合言多？假如話允許多心，與亦多體，多體之內，誰為阿難呢？所以話何體為汝？若言四肢各自有心，故觸一肢，如之不覺，則成四人，何知是汝？呢度有一、二、三、四肢，到底邊個先係你嘅心呢？破偏也，自一之時，四肢應覺，故云同前。同前面一樣，同一體啦。破不偏也，若汝執身，不偏身者，頭足之足，同時而下，一合有覺，一當不知。今汝咸之，執成不偏。今汝不言，既俱足俱，覺則非不偏。意思係話頭同埋腳同時打落去嘅時候，到底係邊一度有感覺呢？應該係話既俱，俱即係兩處地方都有，足俱都有感覺，所以叫做不偏啦。如果係不偏嘅話，就係唔正確嘅。是故應知，隨所合處，心則隨有，無有是處。